大家好，嚟到咗泉州啦，經過咗4個鐘頭嘅高鐵之後，好啦，而家準備去揾我老表，老表揸車嚟接我，終於嚟到泉州啦，都坐咗4粒鐘啊！頭先喺深圳北站咧就見到好多香港人，咁啊輝哥都話啦，睇新聞都見到幾多人北上啊！不過我哋啲有經驗嘅老手，當然就識得避開呢啲人潮啦。專登尋晚收工就即刻去深圳北隔離住翻晚先，跟住今朝早先然喺酒店食個早餐，再搭佢哋嘅 shuttle bus 去到直接再到去深圳北站。咁嗰陣時咧，我諗應該已經有一堆香港人咧已經搭高鐵周圍去噶啦，咁我就避過咗呢個人潮啦。好啦，而家去揾我老表先，佢就揸車嚟接我噶啦。見到阿老表啦，佢好似未見到我，我遠咗。直擊一下，站在最前線、最受影響嘅我老表，中美貿易戰、互加關稅，200幾%頂得住冇？老表，這個特朗普的政策不靠譜的，朝令夕改，不靠譜的，經常轉。我看你那個網店的貨是不是很多都下架了？是啊，很多素描都下架了。暫時避一避是不是？暫時避避風頭是不是？不是避風頭，是沒貨了。哦，沒貨了。對，我們沒什麼好避風頭的，有貨我肯定還賣，貨過不去。哦，就是已經賣完了，然後這個貨沒有補上，是不是？對呀，過不去沒貨賣的。喂。我老表就話未到食飯時間，就車我哋嚟逛下先啦。呢度就係晉江啊！佢就話呢度咧以前係晉江嘅富人區，就可以理解為晉江嘅跑馬地。咁就有好多海外嘅華僑嚟呢度起樓啦。先影到嘅就係一個狀元嘅牌匾，有相當嘅歷史嘅。聽到廣東話喎，睇嚟有香港人都嚟喎。晉江嘅狀元街。睇嚟都出咗唔少書香門第嘅。係咯，出咗唔少狀元喎，11個狀元，16個宰相，1000幾個進士。睇嚟內地要考高考之前都要嚟嚇，吸下啲書卷氣，有機會高中啦。不過呢個時候我就諗起我哋會考嘅一篇課文《范進中舉》啊。不過係我哋呢一代仲係考舊 syllabus 嘅，先至會知道我講乜啦。除咗范進中舉，
仲有孔乙己啊，都係中國古代白古文過千年嘅科舉制度。我估中啦，一定會攞嚟做堅力嘅，考 A level 啊，即係佢哋就考高考啦，我哋就考 DSE，就一定要嚟呢度保佑金榜題名，一舉奪杯啊！幾千年嘅科舉制度，衍生到而家嘅考高考啊，考 DSE 啊，都係為咗中舉啊！嚟到福建泉州冇理由唔飲茶啦！呢度嘅茶文化係非常之講究，而且家家戶戶都會泡茶飲茶。總括嚟講咧，呢度咧就好似咧費高咧帶我去廣州舊屋嗰邊永慶坊咁啊！分別就係咧，呢度咧呢啲咧係真係嗰啲以前海外華僑一大筆一大筆錢寄過嚟喺度起屋啊！嘅古蹟嚟，嗰啲真係古蹟嚟。古蹟就攞嚟做呢啲文創嘢啦，或者係做一卡咖啡廳啊、咖啡啊、餐廳啊、私房菜啊咁啦。没事，那你坐呀，还要挨着呀。呢個係特色嘅閩南菜。兄弟自來好不好？真的，給你這。我們隨一點，真的隨一點。姜母鴨。對啊，蚵仔煎，仲有豬肉嘅湯。麵線糊啦，其實就好似香港嘅車仔麵咁，一入嚟就揀餸，有啲海鮮啊，啲配料啦，麵線糊就底，跟住又慢慢自己隨你選擇，隨你喜好去揀餸啦。好多就只有啱啱老表話福建先有嘅。哇，這麼小菜配的，加到裡面。我知道這麼多。係啊，花多眼亂啊！我最後就揀咗豬腰啦、魷魚啦。蠔仔同埋聖子嘅。
话，可以往那边稍微偏早一点点。見到啦，好多嚟拍網紅照啦。我回家。哎，对，打野了。哎，对，OK，稍等一下。而家內地好興呢啲所謂嘅旅行跟拍，即係可能 book 佢 book 啲攝影師1個鐘頭啊，咁樣佢就帶你去打卡影相。看到这桑葚是3个石头钱的啊，桑葚。莲呢就不说了啊，这个桑树上长了莲花了，大家都知道。然后法。我们现在这是前年，我们开2年了，我们是就在我家旁边有那个签字，这个那个签大家好啊，早晨啊！而家我就直接去緊廈門啦，揾我表弟，全州去廈門啦。今朝爭少少趕唔到，好彩，我表哥嘅車技係數1數2嘅，啱好，真係啱好。好啊，而家準備上車。泉州去廈門北咧，車程只需要半粒鐘都唔使啊！10:08開車，10:35應該會準時到達廈門北噶啦，1個站嘅啫，同我去大圍應該差唔多時間。金鐘去九龍差不多時間。你看看連接幾好啊！幾經波折，終於嚟到高鐵啦！達成任務，準點上車，準點開車。而家直去廈門北。豪哥啱啱就去完廈門，我唔知佢翻咗去香港未啦。而家就我來也。我表弟就 book 咗呢一間酒店嘅自助餐，應該係啲公司嚟開會嘅地方。我看到你，我看到你了。有冇啲海鮮自助餐？我試下啦，都見廈門都係食海鮮㗎啦。處理好啦，佢又帶緊我哋去包廂嘅。包廂係唔同啲嘅。你還要帶你去找吃的。高級餐差。看一下要吃什麼，這個打出來。一陣8下要幾多錢先，我都唔知包廂要幾多錢呢一頭。大家好啊，早晨。新球迷世界福建泉州廈門篇，行程嚟到最後一日。我領嘢，我以身試毒。尋晚到依家屙咗3次，你 feel 到係好犀利，我懷疑自己中咗諾沃克病毒，希望頂得住。問咗我老表借咗啲日本喇叭牌正露丸，啱啱拍咗3粒，再加埋我喺香港帶過嚟嘅應急嘅藥。止瀉藥係之前腸胃炎嘅時候喺養和拎翻嚟嘅，希望頂得住。嗌到翻香港我就即刻去睇醫生。你 feel 到係好犀利，不是經歷的世界